是啊，把字白，我今日到你聖殿裏邊，我係嚟敬拜你。叫啲白看過，好我哋即係聚會，我哋等在我哋面前，我中間。感謝你，奉耶穌嘅名祈禱。阿門。哈利路亞。我用到我點聲，向上帝嚟祈禱。哈利路亞。Thank you.
主幫下面攏歸乎主耶穌，哈利路亞，阿門。大家請坐，我準備好我心，我好hand。OK， 我讀落段嘅經文啊。頭一個是箴言3章9節，你要將你嘅財物從一切錯失嘅攏作別，敬奉耶和華。第二節是哥林多前書15章20節，他那基督已經到世人中學我，成為困難人錯失嘅位置。弟兄姊妹，我白白將我嘅奉獻讓你手位，我為我嘅奉獻來祈禱。親愛的阿爸天父，我將我嘅奉獻，我嘅這個十分之，還是我嘅其他奉獻，交喺你手中，叫阿爸天父使用，好這個奉獻干了，去傳福音啊，也去來互人信主啊，或者一個人會進來我教堂啊，天父啊，你祝福所有好嘅弟兄姊妹，好有身體樣樣健康。冇病添，感謝主，奉耶穌嘅名祈禱，阿門。OK， 來，咱看邊個嚟報告啦 ？OK， 我今日無談到 update， 我唔知有夾嘅，我唔敢講。這個是頂禮拜，咱嘅 container 花卉教會咱嘅叫做咱嘅資金啊，因為咱這邊咱法律合併像我講嘅法律，咱出租俾佢哋播出啦。然後這邊咱稅務點，所以租金一日貴3萬幾嘅咧，咱一個月愛干啊稅租金愛3000幾。所以國家好嘅辦法就是，咱將兩個合作一位，咱標一個 container 落去一個所在。感謝主啦，如國內有人回應，落去無類空嘅類，聽到話你有35,461塊點84類，拍手耶穌。這是耶穌在影，耶穌看到咱嘅五地影落幾戶。我相信耶穌是一種善良的上帝，阿們。伊會予其他5000人，伊會予呢個村人拿12人，所以咱祈禱甲耶穌，互咱嘅教會有出路，阿們。感謝主，咱都講落去。這是不見咱咪講下啲，佢一經禮拜啊。OK， 我哋需要有一個點起來去陸軍處去探訪。然後我把你目前有招入10例了，就是講你有先 IPO 按照去陸軍處探訪嘅 hospital visitation 啊，所以你使報名，你唔知咁報名，甲00報名，00報名咧嗬，到時我有一個 training， training 過了啊，
这是这叫做这住家步道，啊，你叫做 Every Home for Christ， 让派人来训练咱安怎去加入本厝嘅病人傳福音，佢甲人解講，你唔通成講免學嘅，解學嘅，但你講唔對話，伊無我用你講你就死嘅，同我咧。所以按講嚇，所以嚟假如講嘅這人已經落去到本厝學曬，已經50年啦。所以就經驗嘅，假如安怎甲病人講話 ，OK， 11月19號禮拜六嚟7點鐘嘅訓練training， 所以我哋都嚟參加。แล้วก็ที่ใส่เสียวมาหลิวว่านั้นเกี่ยวกับปออีกเก่งเสีย30หลังจำบอกตุยอ่ะจับหลังพวกนี้แล้วพอเก่งตึงกูโบเดียวมาที่บางลูกโป่งเนี่ยทำแก่น่าสิลูกไอ้ละที่ลูกยองเปียลูกที่บางก้องว่าที่นี่เราส่งเด็กกูดีกูสั่งของลูกเมื่อเบสจะดีกูแต่สังเกตที่นี่จะขอแล้ว90จะอีกเว้ย next ไปก็เสียจะอีกเว้ยแล้วว่าก็ทิวเชียงทิวเนี้ยทิวเราได้เนี้ยพี่ลูกก็ว่าทิวเราได้เนี้ยว่าก็ใจว่าโซ่ว่าก็หัวแล้วรู้พี่ลูกก็ว่าทิวเราลิงลิงว่าก็ใจแล้วลิงลิงนู้ว่าจับกินอีแล้วกายอีสุยามีหาวที่เป๊ะอีงามเองแล้ว90ว่ามันสั่งเองว่าไม่ให้ใจกับก็ไปอีกครั้งใจสิว่าสั่งเองแล้วไม่เนี้ยเขาปนังยาเดียว是外面學人家叫，我唔知問神學歪，這個是這有意義到一邊，所以你使講嘢參加，但你當然這是強迫嘅啊，但係你都係參加未使，你俾20塊禮物，你問啲包嘅厝嘅咧，買錢啊，包買人買做呢件啊，你人買啊，就是你喺前年咧，我做交換禮物嘅時候，我先做嘅時我叫你個叫我厝嘅，送嗰啲無啱嘅，我40歲不肯送媽媽沙我嘅喎，叫你厝搭下你，我因為叫你用邊地啊，所以咱買做啊，咱啲用嘢嚟換啊，換這教藝術啊，所以你才報名，然後我報價音啦，就1點半到2點半，所以我叫你嚟參加。嚟練習，咱幾多號建議咱會去食一 hotel， 食一 shopping mall 嚟報價伊，好嚟，了8星期比賽啦，即禮拜第5個禮拜啊，所以啲根本是唔對咧，問課話啲根本唔對咧，冇合啲嘅，所以我家己找到每了去背，咁咱嚟比賽今年獎金是幾啊？未幾啊？18塊啊？1軍100啊？แล้ว阿軍8集，แล้ว志軍3年5集啊 ，OK， 感謝主啦，唔是我啦，其實看見女人俾禮物嘛，感謝主啊 ，OK， 放公明嘅給我了 ，OK， 感謝主，好嚟，OK。今日是一個特別日子，那是無筆記嘅教員，我們真正看好，我唔消未到會去請到咱一個今日別講嘅講員，咱嘅這講員是加林波來，可以加林波嘅部隊嘅下附近真係出名嘅，伊專做這個街頭嘅施工嘅，幫助流浪漢，幫助這個歹查某。幫助啲外勞，幫助食毒嘅，伊本身我是食毒嘅人嘅，但係上帝改變嘅生命是真係無希望嘅。但係假如菜媽媽嚟，我都看到，我話上次啲媽媽皮烤冇白晒嘅，但係上帝改變，但係我講冇用啊，我講嗰啲未感動啊，學伊家己嚟咁講，又用伊真情用伊聲嚟咁講，但係。但我小可無聲啊！咱話都無講福建話了，咱嘅轉大啊！我哋講廣東話，會啊！所以啊，如果相信都會聽明白，因為就去看啲電視機，聽原本嘅對嘅講嘅，所以我咪就講咱有請
梁家明牧師係你咩啊？好決心，又愛顧佢，我屋企9個仔女，又愛照顧，點樣好？好慘，跟住琴日佢就去燒到冇女嗰陣時咧，司會長叫佢賣白粉，佢唔賣，就踢到佢呢個眼腫開。3更半夜12點，我帶佢去中央醫院睇翻咗嚟，自己喺處諗到好決心，點樣去救佢？咁樣我就去拜，成日去拜神咯，去拜咩神都拜啊！遇咗個朋友叫我去拜茅山師傅，茅山師傅就同我講：Auntie你唔使擔心，你嘅禮包你會唔燒白粉，咁樣我燒3張條，你翻屋企咧就1日1張，食足3日，佢包你唔了喎。佢就講食咗3日都冇事。咁我點樣好？又諗一個辦法，就去揾嗰個半山花嘅李林太。李林太就寫一封信俾我去新股，俾佢新股冇，計開有幾個禮拜，你頂唔順啦，我燒，你就想爬上去偷走啊，又俾人哋踢，繼續周身傷勢，點樣好？都冇辦法，冇辦法。呢度又去拜，嗰度又去拜。都救個仔唔到，所以我為咗個仔我就食齋食咗12年，我係拜嘅拜一半度，冇辦法又唔得，咁樣我就去中華大陸堂做工。中華嘅堂做工咧好多董事成日開會嘅，好多啲政治部嚟查啊，佢就同我傾偈咯，傾下，Auntie你幾多個仔女啊？我講9個，好決心啊！傾咩啊？有嘢同我講，我講我有個仔燒白粉，嚇燒白粉係我包你計到㗎，喺邊度？呢度夠，我夠會計得到咩？計到，包你計到，你都係信耶穌，我唔信。信媽拜咩神，拜咩信咩都係一樣，唔一樣嘅。第日你啊錄咗我哋返天堂啊！我講有咁好咩？係。咁樣佢就同佢講咯，佢又唔去咯，唔去第日嘅政治部嗰幾個人又嚟喎，Auntie你都係用靚仔去計，咁樣佢就有一日就講，老媽知我唔計白粉，話我聽到好歡迎，咁樣諗住叫佢去係我隔離有2個Auntie嘅仔又係燒白粉，介紹佢去3個一齊去，3個一齊去問話，佢講好啦，你下個禮拜嚟啦。我就同個人講，我下個禮拜唔係今日咧，等佢翻去燒到燒到夠先，正日去計。如果介紹我去邊度？介紹去呢個阿三路啊，阿三路係一個印度人係前度嚟嘅，佢就問嗰2個先，跟住佢問佢，如果好啦，你咁有心又去計，我一個就可以250蚊啦。咁佢就到我，Auntie有咩事我就燒白粉，又睇下我，又睇下我仔。好啦，我講我又係250蚊，我講呢啲人嚟嘅，我同佢講攞啦都點解我老實得佢靚女啊？跟住佢講嚇250蚊我冇本事，我去做工嘅薪水一個頭180蚊，我俾開佢唔使食咯，我9個仔女。跟住佢講睇你咁有心，不如150蚊，咁樣150蚊我都冇本事。好在嗰啲阿姐啊妹啊，一人出啲10幾十啊嘛，有多就荷包咯。點樣好？一排人喺屋企舒服做工，中意又俾呢，唔中意又冇俾，咁樣點樣好？真係好慘。咁樣佢去信耶穌嗰陣時咧，我就帶住佢咯。去嗰陣時咧，足計開10個月頭。我哋又去探佢啦，去睇佢又唔錯。有一日佢又偷走，跟住人講你走啊！你阿媽幾決心啊！你阿媽好愛你去計白粉，你都唔計。咁佢又分。第2日隔開2個禮拜，我又去探佢，你去讀聖經喎嚇？咁快就去讀聖經？我朋友講嚇，你個仔練過咁樣講聖經出嚟喎，又講到好準喎。
我唔識聽啊，佢講咩我都唔識聽。我就咁呢一個佢嘅朋友就介紹我，阿姨不如你去信耶穌啊！我講唔信啊！拜咩都係一樣噶啦，唔夠聖人咩都係一樣，唔同咩嚟叫好多拜。佢哋同我仔講：你阿媽計白粉，計唔到嘅。你阿媽計嗰啲叫佢去信耶穌，唔信得到。咁樣有一日咧，佢去教會做工啦，朋友仔介紹佢。佢初去做嗰陣時係做幫手好勤力啦，俾你睇下咁勤力，做童工咯。童工一路做，佢又去探訪，又傳福音，邊度都去，又俾佢做傳道咯。一路升到佢做牧師咯。今日如果係冇耶穌嘅，唔喺呢度同你講嘅。我今日嘅叫我信耶穌，都係唔信。好啦，有一日我出嚟晾衫，好似有人喺我身邊講：你去信耶穌啦，好好㗎。我睇下冇人啦，唔知邊個同我講，真係唔知。跟住我翻去諗下，又諗去信耶穌啦。我就2002年我信咗耶穌，喺呢個聖公會之前堂信咗20幾年。跟住就信咗拜開耶穌嗰陣時，佢哋講咁好嘅耶穌，我一味介紹好多個人去計，都計到開。隔離鄰舍嗰啲仔都計到開。咁我今日如果冇耶穌咧，佢邊度有計得到白粉？真係嘅。所以我又介紹啲朋友信耶穌啊，又好似母親節啊，咁樣咧又去邊度講道，又叫我去。聽到嗰啲感動到，又好多信耶穌。所以依家世界立打原來真係未信耶穌嘅，我信耶穌。所以我嘅見證係簡單講到呢度。家家有本難嘅經，但係你唔使驚，我哋有一本聖經。哇！呢本聖經咧真係改變人嘅生命啊！你相唔相信一本聖經啫？所以咧好多時候咧，人講咧改唔到嘅，但係咧神咧係咪有超越時空的愛？神咧能夠喺人嘅生命當中裏邊咧行咩啊？神蹟，你相唔相信神蹟？信冇？啊，真係有神蹟㗎！如果冇神蹟咧，我今日呢個梁家明咧都唔能夠企喺度啊！啊，所以咧今日咧我講嘅經文咧就係咩啊？馬太福音第1章18節到25節，嚟我哋嚟睇馬太福音嘅超越時空的愛。你講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邊，他母親瑪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還沒有迎娶，瑪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願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在夢中顯現說：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瑪利亞來，因為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名叫做耶穌，因為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嚟。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應驗主先知所說的話，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出嚟就係神與我們同在。約瑟醒了就起來，就遵着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過來，只是沒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兒子，就給他起名叫耶穌。今日咧同大家講呢個係神蹟。點解係神蹟呢？神點樣透過呢個神蹟呢？嚟到耶穌透過響瑪利亞個肚咧生耶穌出嚟？呢個係神蹟嚟㗎。有咩嘅童女能夠懷孕呢？冇可能嘅事嚟嘅。神就要透過耶穌基督嚟到個世間上救你同埋我。好多時候咧，人講咧，我都冇犯罪嘛，我都冇做錯咗嘢嘛。好多人成日諗住咩啊？我冇犯罪，我冇做錯嘢嘅。好多人諗住我問嗰啲晏啲都做錯嘢冇？我冇啦，我都冇似梁家明咁樣殺人放火。我就問晏啲，我請問你啊，問一問你啦，你思想上有諗唔應該諗嘅嘢冇？你有咒唔咒有咒人冇？督人哋背脊冇？又係呢啲就係罪咯。我哋應該做嘅嘢，我哋唔去做，呢啲就係罪。人有罪就唔能夠去到神嗰度，所以咧神就點啊？要差耶穌嚟到呢個世間上。
耶穌個名係叫咩名啊？唔係叫教主啊，耶穌個名叫救世主，要從罪惡當中救我哋出嚟。有嗰個嘢撳啊！幫我因為人類嘅罪啫咩？係咪聖經講啊？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欠了咩啊？神嘅榮耀，所以全世界人都犯了罪，包括我，包括買嘅牧師。買嘅牧師有犯錯有做啊？呢度全部有邊個冇做錯嘢舉手？請我帶你食白骨嘅，我都唔敢舉手啊！聖經講到好清楚，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了神嘅榮耀，因為罪嘅工價就是死，唯有在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乃是永生。人犯咗罪唔能夠去到神嗰度。最近大約人類嘅罪，睇下人幫我神嘅慈愛，所以神愛你同埋我。今日如果神唔愛我，今日點樣樣？一樣樣死喺罪惡當中，所以聖經講好清楚咩？神愛咩人？嗰啲外國人咧，你傳福音嘅時候講錯音咗。神愛世人，變咗係咪？我哋華人咧就諗住呢個神咧係外國西方嘅神，其實神愛咩人？跟住咧嗰啲一啲外國人咧嚟到呢度講神愛死人，話我哋聽到死啦，神又愛死人，我哋又點樣？其實聖經咧係讀錯音咗，有啲外國人嚟到嘅講福音唔準嘛。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獨生子賜給他們嘅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神愛世人啊，世人即係咩啊？全世界嘅人，包括黑皮膚、白皮膚、黃皮膚、咩皮膚嘅人，神愛全世界嘅人。所以神愛全世界人，佢就差耶穌嚟到呢個世界上。如果耶穌唔嚟到呢個世界上咧，我哋每一個人都死喺罪惡當中。所以耶穌要嚟啦。所以好多人咧唔明白咧，話我聖誕節差唔多要嚟啦，12月。好多人唔明白聖誕節究竟聖誕節係咩嘅意義？好多人諗住聖誕節擺一個聖誕樹喺度咯，慶祝咩啊？聖誕樹。有啲人諗住聖誕節咧做咩啊？聖誕老人派禮物，有啲人諗住聖誕節做咩啊？聖誕節食火雞。其實聖誕節嗰個主角係耶穌，耶穌要嚟呢個世界上咧，所以聖經講咩啊？耶穌要從我哋咩啊？從罪惡當中救佢嘅百姓出嚟，要救我哋出嚟啊！所以耶穌基督咧就點啊？嚟到呢個世界上，誕生嚟呢個世界上，唔單止聖誕節，我哋有咩啊？受難節、大三轉着十字架嘅救贖就係耶穌基督，唔單止嚟到呢個世界上，佢嚟到呢個世界上，佢要為我哋咩啊？死響罪惡當中。如果血不流，罪就唔得赦免。所以講咩啊？而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着耶穌的血，藉着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就係憑着耶穌基督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所流嘅血。所以我哋有聖誕節，跟住有個咩啊？受難節。如果耶穌唔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我哋每一個人都唔能夠點啊？去到神嗰度去啦。所以耶穌一定要為我死喺十字架上。跟住咧，唔單止耶穌為我死喺十字架上，耶穌叫做咩啊？從死裏復活啦，復活的盼望。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所以咧，我哋有復活嘅盼望。今日我哋信耶穌，唔係單單只信耶穌，我哋咩啊？有復活嘅盼望。所以耶穌同邊個講啊？同嗰啲門徒講。約翰福音14章1節到6節講咩？佢講：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上帝也當信我。在我父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經告訴你。我去現時為你們預備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那裏，叫你們也在那裏。跟住有一個人走出嚟，叫做多馬。多馬就問耶穌：我究竟要往哪條路去？耶穌就答多馬：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就唔能夠到邊啊？到神嗰度去。如果冇耶穌基督為我死喺十字架上，我哋唔能夠去到神嗰度，因為人犯開罪，唔能夠去到神嗰度。所以神愛我哋，就差耶穌基督去嚟到呢個世界上。
耶穌唔單止死咗埋葬，復活咗升天，為我哋咩啊？預備地方講，必再來接我哋到佢嗰度去。所以喺我哋嘅人生嘅道路當中裏邊咧，我哋一定要面對噶嘛，生、老、病。哇！我哋同人好驚喎，唔好講呢個字啊！哎呀，唔好講大家嚟猜嗰啲眼講，猜大家嚟時，前又養後又養。有啲咧，我哋華人好聰明嘅，講咩啊？我嘅邊個親戚朋友咧移民咗，好聽啊！移民咗。我邊個親戚咧走咗，我邊個咧行車咗，我邊個去咗，我個二叔咧叮當咗。做咩叮當咗嘅？生老病死呢個係事實嘛，人一定要面對生老病死嘅。所以當我哋信耶穌嘅時候，我哋唔使驚死啊！我哋有盼望，我哋離開個世界咩？從地下嘅家搬上天上嘅家。我總有一日都要離開個世界，但係我離開個世界咧，神唔俾我咁快離開個世界。你睇我響25歲啊，我媽媽咧就帶我去中央院睇醫生。睇醫生呢個醫生咧叫醫生寫一封信咧，要落政府教育所嘅。個醫生你知同我講咩嘢冇？醫生啊，去做醫生㗎。你諗下醫生同我講咩冇？去睇醫生。醫生講碌巴叻碌媽冬菇媽啲喎。哇！醫生叫我翻屋企等死喎。哇！我聽到點樣啊？冇盼望咯！醫生做醫生嘅都叫我翻屋企等死嘅，25歲就叫我翻屋企等死，因為醫生知道食白粉嘅人咧冇藥可救。仲有我啲朋友仲講咩啊？我啲朋友講咩啊？嘉明啊，你啊去雜貨店買條鹹魚翻嚟做咩？煲湯飲啊！佢講買條鹹魚翻嚟攞盆水嚟。跟住個鹹魚咧掉落個水嗰度，如果個鹹魚好游水，鹹魚好翻生冇？鹹魚冇可能要翻生啊嘛！哇！你聽到咁樣幾絕情啊！話鹹魚唔好翻生嘛，所以講你冇可能有得改嘅。話跟住咧，我啲朋友同我講啊，嘉明啊，你去家私店，我講做咩去家私店？佢講你去家私店咧買4塊板翻嚟，想買4塊板翻嚟。哎呀啱啦，就係買4塊板翻嚟咧，瞓落棺材嗰度你就有得救啦！死啦，玩完啦，聽到咁多嘢。仲有啲朋友叫我呢度有火車路咁嘛？有嘛？冇火車喺度。哦，以前我哋住招拉有好多火車路啊！嗰啲人叫我咧，當火車差唔多要過嘅時候咧，你就瞓響火車路嗰度。哇！瞓響火車路嗰度就做乜嘢？等火車嚟個眼咧，你就瞓住火車路，俾火車硬死啦！哇，好慘啊！人生聽到咧好多絕望嘅事情，但係咧人咧又冇盼望喎，就諗到去邊度啊？去到半山巴何清苑嗰度16樓，諗住咧響16樓嗰度想跳落嚟嘅，上到去咧睇到落去又腳軟喎，唔敢跳落去喎，又驚跳咗落去咧唔死得喎，點算好？跟住咧又唔敢啊，自殺都冇勇氣啊！跟住咧諗住去邊度啊？翻到屋企，我哋屋企住出屋嘅，我媽都唔知道。我諗住咧有2夾4咧，攞條鐵線嚟咧勾住到，攞張凳個凳一扔，個鐵線一吊度。諗住吊頸死咧，又驚吊頸嘅時候咧個脷走出嚟唔死得喎。哇！你知唔知啊？要自殺死都好艱難。話喺人生裏邊咧真係好痛苦、好絕望。但係喺人嘅絕望當中裏邊咧就遇見神啊！所以我媽媽講去做工嗰度有一個叫做做政治部嘅警察，政治部嘅警察嚟到傳福音俾我聽，你聽唔聽先？馬打都冇個好人嚟㗎啦，咁有好人嘅，話嚟到同我講耶穌你好信冇？我梗係唔好信嘛，佢前面嚟揾我，我後邊咧就走咗去㗎啦。做馬打嘅冇一個好人，但係我點解要信耶穌咧？哇！呢個就係咩神蹟啊？呢個就係神蹟嚟嘅。神點樣透過個政治部個警察嚟到帶我信耶穌？點樣信耶穌咧？就係有一日，我媽媽就同我講：嘉明，你離開個馬來西亞去台灣啊！你去台灣，跟住咧，我媽媽講：你去台灣要出國際護照㗎嘛？出國際護照嘅時候咧，我媽媽咧就將我哋嘅報生紙咧，9個仔女嘅報生紙咧就擠喺邊度？牛奶蚊入邊。我個哥嘅報生紙有，我2個阿姐嘅報生紙有，我嘅報生紙唔見咗，我嘅5個阿妹嘅報生紙咧就喺嗰度，係我嘅報生紙唔見咗。
就我媽媽咧就叫個政治部嘅警察咧帶我去咩啊？出報生紙。出咗報生紙咧，政治部嘅警察咧就帶我去邊度啊？去出國際護照喎。哇！我心喺度諗，有咁好嘅人嘅，好人都死晒咗嘛？話我就一路吸毒嘅時候，一路攞住個國際護照，一路喺度喊啊！我講真係有咁好嘅人，好人都死晒嘛？跟住個政治嘅警察同我講咩啫嘛？佢講耶穌愛你啊！話我眼水都飆喎！話我做錯咁多事，嫖賭飲蕩吹樣樣齊，坐監食白粉黑社會，樣樣嘢都齊，仲有呢位神愛我嘅，我都未聽過有神愛我。我淨係聽過係咪？黑社會講咩啊？佢講關兒哥座中，一碗清錢一把沙，四色糖果五色花，有錢我6你4，打交你行頭我行尾，你阿媽俾人劈死我一概唔理。我就係知道咁樣嘅嘢，未聽過有神愛我。哇！我聽到神愛我嘅時候咧，話我生命咧就點樣？好，如果耶穌咁犀利咧，我就去揾耶穌。點知嗰個政治部嘅警察咧帶到我去邊度啊？揾印度人喎，耶穌係印度人嚟嘅咩？啊！我去到嗰個戒毒中心咧，係印度人係負責人嚟嘅喎。哇！神，我唔知神用咩方法點樣帶到我去呢個嘅戒毒中心咧，係印度人係領袖負責人嚟嘅。我落到去馬拉話又唔識，英文又唔識，印度話又唔識，點樣嚟戒毒？三種語言我都唔識啊！因為冇咩讀到書，先生叫我讀書，我叫先生打荷呢啊！3種語文我都唔識，點樣喺個戒毒中心可以立足嘅咧？呢個就係神蹟嚟㗎。話喺嗰度咧，知唔知發生咩事嘛？話我戒白粉嗰時候咧，知唔知？話我成身啊好辛苦啊，有嘔黃膽水，成身血毒啊！因為我打針啊，打到成身啊，話生嗰啲血毒，生毒瘡，唔食藥就唔得啊！一冇食藥，成身都痕啊，痕到頂唔順啦。跟住咧，我就跪喺度同耶穌講：我講耶穌，如果你真係咁真嘅神，今日你醫治我咧，我就相信係真嘅神。我就自己為自己祈禱，講耶穌啊！依家我身體上咧壞晒啦，醫生都叫我擺叻了嘛，凍菇抹啲，我點樣好？我就祈禱啦，我講耶穌，依家你醫好我五臟六腑，全部醫好晒。醫生有可能講嘅嘢冇錯啊，我成身都殘晒噶啦，食白粉打針由夜總會咩都啱噶啦。所以咧，醫生講你翻去等死啦。但係咧，我喺嗰度祈禱嘅時候咧，哇！嗰晚黑咧，我可以瞓得覺，成身個熱病咧好晒咗喎。哇！原來咧呢個就係神蹟嚟噶啦。我媽又話俾咩符我食啊，又叫我念經啊，南無阿彌陀佛，咩 Q 都唔得。我媽咧，我去戒毒嗰時候，我媽仲沖嗰啲涼水俾我飲咧，入邊擠咗符漿啊，擠咩漿都冇用啊，只有耶穌基督咧正有能力。話嗰陣時咧，我就經歷到神，哇！原來呢個位神咧係咁真嘅。原本呢個人死噶啦，盡頭噶啦，今日耶穌咧可以醫好佢嘅病。話我睇到神真係好真啊！我就同耶穌講：耶穌對唔住啊！以前我做錯咁多事，今日你都仍然愛我，仍然咧赦免我個罪，俾我重新做個人。嗱，跟住你開齋啱啊！當我信咗耶穌嘅時候，嗱，呢啲我哥，我有2個阿姐，我排第4嘅，我有5個阿妹，呢個係我爸，呢個係我媽。嗰陣時咧，我爸咧10幾年冇翻過嚟啊！然後我媽又講嘛，記下女又唔記你9個要養1個容易養冇？正話中華大堂做工180溝要養9個，點樣嚟養？我爸10幾年冇翻過嚟，哇！我媽點樣？話喺咁多個困難當中嚟咩？得我一個頭一代係我一個人信耶穌嘅，其他嘅全部未信耶穌嘅。話我翻到屋企嗰啲人叫我咩名？我改咗名，我唔係叫梁家明啫冇。我翻到屋企叫咩啊？哈利路亞！翻嚟，做咩改咗名叫哈利路亞嘅？啊！耶穌翻嚟啦！好彩你成日嗌耶穌，嗌耶穌咧就變咗去信耶穌咗啦。你唔使驚嗰啲人嗌耶穌嘅。啊！成日嗰人唱歌啊！又聖誕節啊！耶穌又爭你3000溝啊！你講得多咧就遲早信耶穌啊！好多陣時嗌耶穌啊，諷刺耶穌，但係咧嗌得多耶穌。以前我都係成日咁樣諷刺啊！問神3溝6，問耶穌4溝8，問我唔使累啊！好牙擦嘛！今日嗌咗以前啊嗌耶穌嗌得多，今日做開牧師啦。所以你睇下我爸爸翻咗嚟啦，你知啊？17年翻咗嚟咧，我幫我爸爸洗禮啊！
話我爸爸又係好硬頸嘅，今日咧去咧叫信耶穌咧就係咩啊？上帝行神蹟，就帶咗我爸爸信咗，我就幫佢洗禮。跟住翻到嚟咧講，我奉耶穌基督嘅名字，奉聖父、聖子、聖靈為你洗禮，飲多啲水，飲醒佢10幾年冇翻過嚟，醒咗啦，我爸醒咗啊！我爸信咗耶穌啊，跟住咧我媽媽信耶穌，跟住咧我哥哥又信耶穌，話跟住我妹又信耶穌，阿 Vicky 又信耶穌，跟住咧仲有我嗰個阿妹咧，又係差唔多要大陸嗰個阿妹咧要自殺死噶啦，佢揸車下睇到十字架。跟住你成家人信耶穌，佢個仔佢個女全部信耶穌。話聽下上帝行咩神蹟，一個人得救，全家要點樣得救啊？呢個係真實嘅故事，唔係同你講古仔啊！話聽下神幾偉大啊！上帝咧點樣響我生命行神蹟奇事？嗱，跟住落嚟嗰張相，嗰個就係我啦，嗰個係我大女。今晚黑咧6點半就同佢食飯啦。大女啱啱嚟阿冰冰做事，陣間啊，聽日翻去馬來西亞噶啦，唔係翻去吉隆坡。嗱，嗰個大女我老婆同埋我細女，我咧嗰陣時咧響教會，好多人睇到我咁樣嘅背景啊，食白粉錯過間嫖賭飲蕩吹，好多女仔見到我都驚啊！有邊個咁嫁俾我嘅？嫁冇？好多人都驚，聽到呢個梁家明以前嗰個背景，但係咧神唔驚，神真係為我預備咗我太太啊！我同佢結咗婚30年噶啦。啊！我個女咧，大女咧27歲，細女咧就23歲。我咧讀書唔係好叻嘅人，我響小學裏邊咧讀書咧，鄭聽考試咧考咗7個 D，7個 D 你知嘛？即係7科唔合格啊，得一個合格嘅啫。課外活動就攞 A， 全部攞 D 喎。哇！你睇下我響鄭天教書，原本我細個有一個夢想嘅，你知唔知啊？我細個夢想，你知我想做乜嘢嘛？我4歲啊，我就諗啊，我4歲之後我就好諗啊，我細個，我諗咧，我細個咧，我想將來大咗咧，想做咩啫？做律師。律師你一定要讀到書，你讀到方塊，你考到合格，你先可以做律師嘛。喺度考試上嘛。律師你冇讀到書，點樣考7個 D？ 點樣做律師？律師做唔到，諗住咧咁細隻去做騎師。騎師你冇讀到方塊，又做唔到騎師。騎師做唔到，做咩咧？做廚師都得噶嘛。廚師都可以做廚師嘛。廚師你都有識字就可以做廚師啊。律師做唔到，騎師又做唔到。廚師又做唔到，哇！原來咧廚師做唔到冇錯啊！神咧知道你咩師都唔可以做牧師。哇！神真係好奇妙嘅事情發生。你睇細個4歲就諗住我要做律師，神講你冇做律師，如果你做咗律師，你唔好信耶穌噶啦。所以神講俾你做牧師，牧師嘅身份就係律師嘅身份，牧師嘅身份就將人咧帶到去神嘅面前。呢個就係律師嘅身份。律師咧就係幫囚犯咧去點樣同法官求情嘛。今日我做牧師就將人咧帶到去神嗰度去。哇！你睇下神俾我哋嗰個夢想啊實現咗啦。所以咧跟住咧我雖然讀書讀唔多啊，我個大女咧去讀書考方法嘅時候咧就考咗8個 A，8個 A 喎。跟住考咗1個 B， 方法啊8個 A 1個 B 喎。跟住我嘅細女咧。考方塊嘅時候，考咗3個 A 5個 B， 佢就病住房間喊。我問你喊乜嘢？佢講阿姐考8個 A， 考一個，我考一個8個 A 1個 B， 我考到3個 A 5個 B， 叻冇？3個 A 5個 B 全部合格嘛？我問佢做咩考？佢講阿姐考8個 A 喎，我考到3個。我講你老豆考7個 D 都仲未喊啊！你老豆考7個 D 都仲未喊，你考到3個 A 5個 B 都喊，我講你已經好好咗㗎啦。所以咧喺上帝啊，雖然我唔係讀好多書，但係上帝咧俾我咩啊？有智慧，有聰明啊！認識耶和華就係智慧嘅開端。所以咧就係咩榮耀耶穌基督。我成日同你講見證啦，有冇可能嘅事咧要發生啊？就係神能夠行神蹟奇事啊！今日我去中央揾唔到個醫生，如果我揾到個醫生，我去問醫生啊，你講啊？balik rumah tunggu mati， 我想幫醫生講，sekarang pun belum mati喎。點解belum mati？因為有耶穌，因為有耶穌復活嘅能力喺我生命當中。我今年62歲啊，
正話同阿婆講笑啫，26歲、62歲掉翻轉頭嚟。阿婆講你點到似62歲，話陣間我要請你食白骨地，你講我45歲喎。感謝神，話你知唔知啊？呢個生命啊，成身都響身體上咧已經係咩啊？壞晒咗，真係壞晒。我媽仲帶我睇中醫啊，陳珊珊中醫師，個中醫師打麻講話，喂呀，向家明咩事？佢講咧，你有肝又有問題，跟住咧你又咩問題啊？佢講你要長期嚟睇我，咁究竟咩事啊？長期嚟睇咩事知冇？富貴病啊！富貴病意思即係講咩啊？要洗腎啊，腰子有問題啊！哇，嚇到你面青口唇白啊！蚊多瞓唔着啊！哇，佢講你有富貴病，肝有問題。跟住咧，我為自己祈禱，我奉耶穌基督嘅名字，我宣告神俾我咧靈魂體都要健壯嘅，思想上健壯，身體上健壯，肉體上健壯。我啱啱8月11號去檢查身體，去 Beacon 醫院檢查成身檢查。嗰啲人有可能唔相信啊，咁有咩可能嘅？佢講我糖尿病又冇，血壓高又冇，膽固醇又冇，乜嘢病都冇喎，成身咧靚喺入邊。哇！呢個就係神蹟嚟㗎。我成日同耶穌講，耶穌話我要健健康康返天堂見耶穌，我唔可以有周身病，所以我日日為自己祈禱，呀耶穌醫好我身體上嘅五臟腦全部健健康康。阿們，今日咧62歲咧仲可以咩啊？傳福音、打乒乓波、運動咩都可以。話我攞翻去教會俾我啲牧師啊，俾我啲傳道人啊、同工睇下，咁冇可能㗎，係咪醫生寫錯咗？我講大醫院嚟㗎，咩有咩咧？寫錯咗報告，個報出嚟，我睇我報告啊，冇可能㗎啦。做咩冇可能？人係睇冇可能，神有可能。在神嘅手中係冇難成嘅事啊！神能夠在沙漠裏邊開江河，響曠野裏邊開咩？開道路嘅神。所以今日同你講唔係講古仔，係講真實嘅事話。好似我媽媽都講嘛，家明係以前咧唔係食麵粉呢啲冇，食白粉啊，唔係飲牛奶粉啊。跟住再嚟嗰時候啊，嗱呢啲咧就係咩啊？我就去半山包，好似你牧師咁樣咧，呢啲啊老人家咧，流浪漢又有，吸毒嘅又有，冇人愛嘅人有咧，我就教會裏邊咧，我響教會係2樓嚟嘅，我3樓咧就俾嗰啲老人家咧住響3樓，我就收咗26個啲老人家住響教會樓上，冇人愛嗰啲人咧，我就收翻嚟做乜嘢啊？就去傳福音，帶你信耶穌。所以喺中國報咧登個報紙咩啊？我係咩啊？冬天裏嘅溫爐啊！我係冬天裏嘅溫爐。呢啲人瞓街嘅，冇人愛嘅，瞓天橋底嘅。正話嗰個硬居咁，我喺半山包嗰度做過工嘛，租旅店啊，做開裝修5年係咪？佢都熟悉嗰度個地方。話嗰度咧叫做咩啊？龍潭虎穴啊！龍潭虎穴嘅地方，冇人敢去做啲嘢。神咧就派我去嗰度做嗰啲工作，嗰度乜嘢都有。神就派我喺度咧，帶嗰啲人信耶穌啊！話呢啲老人家咧，以前咧，我哋住響我哋教會哋啊，乜嘢人才都有啊，有千萬富翁、百萬富翁、空軍、經理。點解今日落難到落到咁嘅地步？就係以前咧，嫖賭飲蕩吹，蘇媽交晒俾林同，放咗林同嗰度啦。千萬富翁都輸晒，賭波。跟住咧，佢哋嚟到一個地步咧，瞓街，仔女唔愛佢哋，話佢哋好凄慘。但係咧，我就去到嗰度咧，傳福音，帶嚟信耶穌，帶嚟翻嚟教會，住響教會裏邊。我就響呢度半山巴收嗰啲老人家做開呢個工作，34歲就響半山巴做老人家工作，做到而家28年啦。所以感謝上帝，上帝咧越做就越健康，佢傳福音帶咗老人家信耶穌。不過你講人生裏邊咧，每一個人都要面對死亡，但係好多老人家咧信咗耶穌啊。或者啲嚟到教會嘅時候，佢講家明，依家我冇屋住冇飯食，人又老錢又冇，眼又望耳又聾，乜嘢都冇，你可唔可以收我嚟教會住咧？好多出邊嘅人講，呢個係老千嚟嘅，話人用人嘅眼光睇我，你冇收啲人，呢啲係老千嚟嘅，佢敗晒嗰啲錢咧，依家正嚟揾教會，我講冇相干，收佢嚟教會住，收佢嚟教會就聽日佢就嚟揾我，響家明牧師啊，依家我冇女食飯，你可唔可以借100溝俾我？哇！啲人出聲啦。冇喎，呃你100溝，陣間呢，
哇！好多人睇嘢，諗住啊，而家係撈錢啊呃女。我冇相干借100嚿，以前我去雲頂賭錢都輸咗唔少女啦。俾借100嚿俾有咩相？聽日小組裏邊咧，我都未同佢傳福音，未同佢講耶穌啊，佢就信咗耶穌啦。講嘉明牧師，我而家要信耶穌啊！我問佢點解？因為睇到耶穌嘅愛啊！我雖然人又老，錢又冇，眼又冇，耳又聾，乜嘢都冇，你都能夠收我嚟教會住。今日咧，我要信耶穌。話睇到上帝要做乜嘢嘢，上帝要做奇妙嘅作為，所以咧我點咩啊？超越時空嘅愛，呢個就係愛啊！神咧愛我哋每一個人，神冇睇我哋嘅背景，冇睇我哋乜嘢嘢，就算你點樣背景，神咧仍然愛我哋。我哋好欣賞麥金牧師，你睇下佢俾人打槍劈到成身都係，佢都仲要咩？去做神要做嘅工作，佢個見證可能仲勁過我，係。都能夠做呢啲工作，呢啲社會工作，呢啲街頭監嘅工作唔係咁容易做噶。我做過，我知道噶，食力不討好嘅。但係點解要堅持要做呢？所以先講我哋行善不要喪志，若不灰心，時候到了必有收成。神唔係睇我哋點樣樣，神係咪睇呢啲最重要呢啲？其實係咩啊？家有一路，兒有一寶，你全部都係寶嚟噶。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點樣樣？啊？死喺山上啊？唔係，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上得更高峰。雖然我老，但係我好有用。我要活到老，學到老。你知唔知我哋老人家96歲、76歲，原本佢講我等死噶啦。我講你唔係等3樣嘢，等食、等瞓覺、等死，唔係啊。76歲就講等死，我講唔係，你可以做傳福音去帶你信耶穌。到96歲正死啊！神俾多20年命啊！住喺個教會，先至都係成埋怨啊！話我哋教會俾你住咧，住響3樓度啊嘛。3樓度咧，住響3樓度啊！哎呀，嘉明牧師啊，3樓好艱難上，我上唔到喎。我講真係上唔到。佢講上3樓上唔到喎。我講我有辦法俾你上得到。你講點樣上？響1樓上到3樓，我住響佢哋全部住響3樓噶啦，有80幾歲嘅，有90歲嘅，住響3樓，由下邊上到上邊咧。我講你100%先上得到。你知我用咩方法俾你上得到冇？啊？我講啦，你諗住下啦，依家咧我就計咗樓梯級啦，由1級到上面咧就有76級。76級咧，我第1級咧就鋪100級，鋪到上邊咧76級咧就7000路，上得到冇？上到咩上唔到啊？7000路喎，咩上唔到？上去3樓講7000路咩上唔到？上得到，跟住落又7000路啊，15200喎，上得到冇？上到，點解上得到嘅？銀紙嘛，睇到銀紙嘛，跟住問我嘉明老師嗰啲錢喺邊度？我唔係，我聖經講，你積財寶，你個心在哪裏，你嘅財寶也在哪裏。依家你嘅財寶咧，積上向天上先，暫時積向天上，將來你死咗上天上咯。所以個老人家咪上到3樓咯。話跟住聽話就上咗3樓裏邊啦。我哋上台敬拜咧。唔係師母領詩嘅啫喎，係老人家80幾歲上嚟領詩喎，讀聖經80幾歲嚟上台讀聖經嘅。啊，你有機會你去我教會讀聖經80幾歲嘅讀聖經，帶敬拜嘅係80幾歲嘅帶敬拜喎。派單張嗰啲咧係邊個派嘅？唔係牧師做嘅喎，佢哋做嘅喎。我話幫佢講咧，靈魂值錢冇？值錢冇？一個靈魂幾多咧？無價之寶啊！所以咧嗰啲老人家咧就派單張幫我做啲工作嘅。啊，所以我訓練咧，雖然去老嘛，但係去好有用，活到老就要學到老。所以你呢班人好有用噶，你唔好覺得你冇用啫喎。攞自動吉都可以傳福音，攞自動吉咧都可以派單張。你行就越健康，你越做又健康。你哋又要去醫院派要探訪係，全部跟住去講你嘅見證，講俾你聽。我信咗耶穌。以前信咗耶穌，未信耶穌咧，好多困難，但係今日我信咗耶穌，我有平安有快樂。你同佢哋講嗰啲嘢就得㗎啦。跟住咧你就為佢祝福祈禱。所以咧你要做咁樣嘢嘅時候咧，神咧就點樣呀？恩待你啊！真係要去做神嘅工作。你唔做神嘅工作咧，你成日呢度行嗰度行冇用嘅。你越傳福音越經歷，話你睇到
醫院嗰啲人咧瞓喺床嗰度咧，你就好感恩啦。哇！我今日仲有2隻腳，仲可以行上嚟2樓。今日咧我仲可以食飯。今日咧我仲可以嚟教會聚會。哇！當你帶着咁樣嘅心咧，喜樂就係咩？醫治嘅良藥啊！你憂傷就使到骨頭枯乾啊！你係開開心心嘅。所以人哋問我做咩？點解你原本醫生講你死，今日你咁健康嘅咧？就係做神嘅工作。你都冇諗到幾多煩惱啊！冇諗到你身體上有唔有病咩？你去做嗰度去探訪啊！有人死咗嘅時候咧，幫佢處理安息禮拜啊，幫佢主持啲嘢。有哋冇棺材就去揾棺材俾你，棺材都係幫佢揾埋。所以嗰啲老人家咧，好多人咧嚟到教會，點解原本唔信耶穌嘅，今日要信耶穌咧，佢就睇到神嗰個愛啊！所以今日神愛你哋，所以你唔好諗住路。嗱，我成日幫嗰啲阿婆講啊，你唔好諗住路啦。18姑娘一朵花，30咧，30幾多？爛茶渣？唔係18姑娘一朵花，31枝花，61扎花，80一籮花，100歲四周圍都係花。有你牧師又幫你主持安息禮拜啦，夠冇？100歲夠冇？哇！你喺你人生裏邊，如果你成日去依靠神嘅時候咧，你生命咧就不再一樣啦。最有睇下仲有相冇？睇下有相冇？相啊，冇啦。其實信耶穌好簡單嘅啫。信耶穌第一樣嘢就係咩啊？罪得赦免啊！哇，幾好你啊！話我犯開咁多罪啊！今日神講啊，當你信耶穌嗰刻，罪就得赦免。聖經講咩啊？我們若認自己嘅罪，神係信實係公義嘅，必要赦免我哋嘅罪，洗淨我哋一切嘅不義。哇，幾好啊！個神愛到我哋啊！當你做錯咁多嘢，你一信耶穌，你認罪嘅時候咧，罪就得咩啊？赦免啊！第二樣嘢就能夠咩啊？與神和好啊！哇！你信耶穌，與神和好啊！記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啊！所以今日我哋去到邊度都同人講福音。以前咧我哋敵擋耶穌嘅，今日咧我哋與神和好。哇！原來呢位神咧咁好嘅愛我哋，今日我哋能夠與神和好。第三樣嘢，當我哋信咗耶穌，我哋成為咩啊？神嘅兒女啊！哇，幾好啊！你知嘛？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做神嘅兒女啊！哇！你一信咗耶穌，你身份唔同咗啦。我成日幫嗰啲老人家講，哇！你信咗耶穌係咪啊？你就係咩啊？公主，你就係王子。聖經講噶，唔係我講噶。凡接待耶穌基督，神就俾權柄做神嘅兒女。耶穌基督係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哋信佢嘅人咧係神嘅兒女，我就係咩啊？公主、王子。嗰啲老人家講咧，哇！家面成日講我哋係公主王子咧，跟住老人家翻去照記佢講啊，喂，家面講係王子喎，着喺龍袍都唔似太子啊，咁就似王子似老鼠啊真。聖經講噶，跟住第4咧就係咩？平安啊！耶穌講：我將這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邊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耶穌講：雖然在世上係有苦難，但係你要放心，在耶穌基督裏面有咩啊？平安啊！如果冇耶穌基督，我真係冇平安啦！我去到邊度都唔敢去啊！以前行黑社會啊，時尚街又唔去得啦，半山巴又唔去得啦，呢度又唔去得啦，檳城唔知咩路咩300路有話咩有咧，呢度唔去得，嗰度唔去得。但係我信咗耶穌，邊度都去得，有平安。以前咧瞓覺咧冇平安嘅，狗一吠又驚又冇平安。今日有耶穌真係有平安啦。跟住最尾一樣嘢咧，第5樣咧就係咩啊？有永遠嘅生命。即係我講啊，得到永遠嘅生命就係神愛我哋，甚至將他獨生子賜給我，有一切信耶穌嘅不知滅亡，反得永生。永生即係意思講，詩篇23篇6節咁樣，我哋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哋且要住在神嘅殿中，直到永遠啊！呢個係暫時嘅家，將來嗰個永恆嘅家，我哋翻到神嗰度享受呢個永遠嘅生命享福。今日雖然你覺得你生命好似冇咩理想，但係咧你離開個世界，你上到天堂咩啊？有永遠嘅生命，
住在神嘅殿中，直到永遠啊！呢、個家係暫時嘅，天上嘅家係咩啊？永恆嘅。所以我哋喺人生裏邊，我哋要傳福音，去帶嚟信耶穌，將個祝福咧帶俾更多嘅能夠認識耶穌基督。所以咧，我一信耶穌我就咩啊？話我心一味為我屋企人祈禱，我屋企人，我哥哥啱啱正過咗身啦，65歲有 cancer， 我就喺醫院帶佢信耶穌，跟住帶咗我哥哥信耶穌咧，跟住就幫佢洗禮，細佬幫阿哥洗禮啊！你敢冇？跟住我哥哥過咗身。冇人敢幫我哥哥主持身後事，我幫佢主持安息禮拜。我爸死咗，又係冇人敢去幫佢主持呢個安息禮拜，又係我幫佢主持。上帝嘅恩典啊！係啊，我睇我屋企我嘅叔伯細佬就信耶穌，一個一個信耶穌啊！所以咧，我哋唔好放棄，我哋一路咧為咗我嘅家人，為咗我哋嘅親戚朋友嚟祈禱，神一定要拯救你嘅生命嘅，你走唔得甩嘅。雖然你又點樣走，總有一日咧。上帝要拯救你嘅生命。今日你成為基督徒，你就咩啊？攞起神俾你嘅權柄，為咗你屋企人、你嘅老婆、你嘅仔女嚟到祈禱啊！呢個係好重要嘅。當你為你仔女、你嘅老婆、你屋企人嚟祈禱嘅時候咧，佢哋一日咧就要認識耶穌基督。令我哋一齊嚟到祈禱。我哋舉高我哋嘅手嚟領受祝福。上帝咧好愛我哋，神好愛我哋。我哋唔好放棄，我哋唔好頹喪。我哋知道咧，神要使用着教會，使用着每一個弟兄姊妹嘅生命，所以我生命裏邊咧，唔單止要榮耀耶穌基督，神能夠在沙漠裏邊開江河，喺曠野裏邊開道路嘅神，喺神嘅手中係冇難成嘅事啊！只有今日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字咧，我哋為咗依家嘅教會不出啲教會咧個牧師麥嘅同埋師母同埋弟兄姊妹嚟到祈禱啊！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字，神啊，你嘅恩膏咧高滿着我哋，神啊，我哋相信聖經嘅話語，主的靈高在我哋嘅身上，我哋傳福音俾貧窮嘅人，受壓制嘅得釋放，受捆綁嘅得自由啊！我哋報告又話嘅希連啊！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字，今天呢個傍晚裏邊咧，聖靈咧響當中裏邊咧運行，使用着教會相弟兄姊妹嘅生命，咁我哋咧靠着耶穌基督能夠得勝，靠着耶穌基督咧，我哋唔單止能夠傳福音，靠着耶穌基督，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字，我哋宣告呢度咧身體上邊個有病嘅，你要宣告，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字，因為聖經度講，信的人就有神蹟奇事隨着我哋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得到醫治。今日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字。如果你身體上有病嘅，你可以行出嚟，我哋為你祈禱。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字，我哋宣告，好似嘉明牧師咁樣，以前手身病啊。但我今日咧祈禱嘅時候咧，神俾我咧靈魂體都健壯嘅，你要相信神俾你思想上要健壯，心靈上要健壯，肉體上要健壯。如果你身體上有病痛，你行出嚟你唔使。我哋為你祈禱，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字。耶穌點樣醫治我病？耶穌一樣醫治你嘅病。我哋嘅神咧係冇改變嘅神啊！你要相信，你唔使擔心。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字，今日要祝福你。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字咧，神啊，你要憐憫佢哋啊！神啊，你愛佢哋啊！神啊，你醫治你身體嘅病痛啊！主啊，你俾你有健健康康嘅。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字咧，你要宣告神啊，你今日醫治嘅大能就要響當中啊！我哋要宣告，主啊，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字，主啊，你就響當中裏邊咧做一個醫治嘅工作。哈利路亞！主，我要讚美你。晏啲你有咩要祈禱？你有咩祈禱？身體不好。身體不好來我俾你禱告。主耶穌今日咧，我為着我哋嘅阿婆咧，晏啲嚟到祈禱啊！主啊，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字，我哋宣告佢身體上有好多地方唔舒服嘅。今日咧，我哋要為佢祈禱嘅。主啊，我哋相信聖經嘅話講，信的人就有神蹟奇事隨着我哋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得到醫治。我奉耶穌基督嘅名字，身上一切嘅五臟六腑、神經線，主啊，你要醫治我哋嘅姊妹，醫治身體嘅病痛，俾你經歷到耶穌基督嘅醫治。因為我哋相信耶穌所受嘅鞭傷，叫我哋得醫治；耶穌所受嘅刑罰，叫我哋得平安。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字，醫治呢個嘅姊妹，你係靈魂體都健壯嘅，經歷到耶穌嘅呢個嘅醫治，你要為耶穌作見證，祝福佢。叫佢哋嘅腳唔單止有力，身體上咧又健康，能夠去傳福音，帶領人信耶穌嘅，去為耶穌嚟作見證。多謝耶穌，奉耶穌嘅名祈禱，係咪？有咩祈禱？這種或者小不方便啊，這種
来祷告啊！主耶稣，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为着我们的弟兄来祷告。神啊，你怜悯他，主啊，你医治他。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宣告，我们的弟兄身体上一些疾病，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宣告，现在要离开他身上。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恩手临到他的身上。主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主你大人啊，来在他的生命当中帮助他，给他身体上强壮起来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宣告，神啊，你不但医治他，主啊，你给他有这个健康的身体，荣耀耶稣基督的名。主，我们宣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身体上一切的疾病现在都离开他的身上。主，我们相信给他呢经历到耶稣的医治，经历到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所行的神迹奇事。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們。主耶穌今日咧，我哋為咗我哋嘅弟兄嘅腳嚟到祈禱，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字咧，我哋要宣告啊！主啊，你俾我哋嘅弟兄嘅腳，無論骨骼，無論神經線，無論身體上一切嘅病症，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字，主啊，你俾你能夠快啲嘅康復嘅，能夠作見證，為耶穌嚟作見證，我哋宣告嘅骨骼、神經線全部都健健壯壯嘅，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字，我哋宣告，神啊，你俾我哋嘅弟兄咧靈魂都健壯嘅，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字，主啊，你醫治嘅大能就要彰顯在當中，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字宣告，只我哋將我哋嘅弟兄完全都交託你嘅手中，求主你祝福，求主你帶領，多謝耶穌，奉耶穌嘅名祈禱，阿們。周身痛啊 ，OK， 咩痛都冇啦，耶穌嚟啊！你唔好成日嗌住講你周身痛，你祈禱係咪講幫耶穌講，我靈魂體都健壯嘅？你成日宣告係咪？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你成日講耶穌，我有健康嘅身體，上樓梯得，去到邊度都得啊！主耶穌，我哋為着我哋嘅姊妹，你要交託耶穌嘅手中，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字，一切嘅周身痛都要離開身上。讓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字咧，俾我哋嘅姊妹咧能夠健康嘅身體。今年80歲啦，都好健壯嘅。佢今年咧能夠行得走得，主啊，佢能夠傳福音，為耶穌作見證嘅。主啊，你俾身體上五臟六腑神經線咧，全部都健健壯壯嘅。嗰啲全部嘅疼痛，耶穌已經為佢擔當嘅。聖經上有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嚟到耶穌嘅面前，耶穌就使得安息。你反到嚟到耶穌嘅面前，一切嘅疾病都離開佢身體上嘅。只係無論聽日咧，你行得走得食得瞓得，一切都有耶穌響當中裏邊咧做個醫治嘅工作嘅。只係祝福佢我哋嘅姊妹，祝福佢，祝福佢嘅家人，祝福佢親戚朋友嘅，仲未認識耶穌基督嘅，透過個見證能夠為耶穌作見證嘅時候，佢哋嘅屋企人一個一個信耶穌啊！只係我哋要多謝讚美你，奉耶穌嘅名祈禱，阿們。什麼禱告？肚子痛，長期痛啊！來，主耶穌，我們現在為着我們姐妹來禱告，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為着肚子長期疼痛的，要離開她的身上。主啊，她的這個腸胃不好的，主啊，為着她禱告的時候，主耶穌現在你按手在她的腸胃當中，主啊，你醫治她。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要宣告啊，一切的疾病要離開她的身上。主耶穌，你怎樣醫治我？現在你怎樣醫治這個姐妹的身體的疼痛呢？現在都離開了。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要宣告。主啊，你憐憫他，給他靈魂體都健壯的。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宣告，主啊，你給我們的姐妹健健康康的身體，去侍奉你，去傳福音，一生跟隨主的腳蹤。主，我們宣告，他越侍奉你的時候，他越為神以做一切的事情。主啊，你給他健健康的身體，能夠在台上見證的時候，他的肚子已經不痛了。奉耶穌基督的名，現在肚子痛的要離開他，完全的醫治。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我們相信信的人只有神蹟奇事隨着我們，我們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得到醫治的。我們宣告，奉耶穌基督的名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的生命，醫治他。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主耶穌，我們現在為着 Vicky 來禱告，主，我們相信他繼續來侍奉你。主啊，他今天來結婚的時候，神，我相信你的愛來充滿他。主，我們相信無論他所做一切的事情，神你帶領他走人生的道路。我們宣告，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為着 Vicky 來禱告啊！神，你不單單愛他，為着他的丈夫來禱告，為着葉唐你來禱告啊！神啊，你繼續他的夫妻兩人同心同行的，一起在侍奉的道路上跟隨耶穌的腳蹤的。我們宣告，我們祝福這對的夫婦，神，我們相信你的愛，你的恩典流到他們的生命當中。主啊，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有上帝的恩典在他們的生命當中。主啊，你愛他，主啊，你的愛流露在他的生命當中。主耶穌，我們謝謝你，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为着这个教会来祝福祷告，为着牧师来祷告，为着麦哥，为着师母来祷告啊！神，你爱他们，主啊，你祝福他们在侍奉的道路上力上加力，恩上加的，继续来侍奉你。主，我们将他的女儿都交在主的手中，将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交在手中。主啊，你给我们的麦哥牧师的师母有权柄、有能力、有恩膏的哦，他们所做一切的事情，虽然很困难当中，神啊，你与他们同在，无论他们往哪里去，神已经将天下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他们，他们为病人祷告，病人得到医治，他们传福音，人就归向耶稣基督的生命。主，我们相信，主，你祝福我们的牧师，祝福我们的师母，健健康康的来荣耀上帝的名字，一生来侍奉上帝。主，我们谢谢你将荣耀归给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今仔日互我有一个真正丰盛的聚会，我叫人我是有真正深的感受。我求阿爸天父，你互只阿弟阿哥也会思想过，也会搁再思想过，也会求阮，好叫伊人，叫人阮听着爱信耶稣，因为信耶稣实在是好的代志。阿门。